係我第一次參加咁大型嘅全國嘅運動啦。咁係第一次見到，哇！個場地我哋係入到嚟係好震驚啊！原來可以個場地被靠喺一你真係有升降台，所以亦都被呢度叫做私人醫院質。那你之前有沒有來過深圳？對於這座城市有什麼樣的印象？之前有嚟過係類似跳舞集訓啦，係第一次去咁深入去了解他嘅設施。我哋同香港啦同埋深圳係同一個節目嘅，即係我哋其中我哋有交流一啲唔同嘅心得。為了這樣子一個節目，你們訓練了大概多少時間？其實時間唔係好長咯。如果係整體嘅話，係大概1個月左右。但其實真實嘅時間係應該係得10幾次嘅快啲。好羨慕呢班小朋友啦！以前我啱啱開始跳舞、開始表演嘅時候，都冇咁多呢咁嘅機會。因為澳門始終係一個好細嘅地方，即係冇咁多機會同其他人交流啊。澳門本地嘅舞團同佢哋年紀相仿嘅舞團都唔多嘅，咁所以其實一直以嚟佢哋交流嘅方向有限，但係今次有好好嘅機會可以同咁多唔同地方，即係唔單止係香港啦，唔單止係深圳啊，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地方嘅舞團，甚至唔係舞團係各式各樣嘅表演者，大家一齊交流嘅，佢哋係睇法好大嘅，見到呢個世界唔係咁大嘅。